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行走泰國曼谷。今日帶大家去曼谷市弄一個在地人嘅早市宰伊涉。今集主要係想同大家一齊親身行一轉。我會形容呢度係一個好本地、好 local 嘅市集。唯一會遇到遊客嘅就係附近 cooking class 嘅學校，每朝早上都會同學員嚟買新鮮嘅食材。陣間條片你都會睇到嘅。我自己都參加過 cooking class，其實佢都幾專業，而且整出嚟嘅成品真係好好食。仲好記得個芒果糯米飯，真係仲好食過銅鑼。如果想揾打卡景點，我就唔建議啦。鍾意深度遊，酒店又住喺附近，我會推薦。呢度水果新鮮又唔貴，有好多本地人會鍾意嘅街頭小食。睇下新鮮香料，甚至新鮮刨嘅椰絲等等，其實都係另外一種體驗。片尾有間班拿麵包，好好食㗎，我次次都嚟買，而且佢會不停新鮮出爐。如果你會嚟宰伊涉，對面馬路就係，一定唔可以錯過啊！拍呢條片嘅時候，其實已經遲咗少少嚟。如果你可以7點，就會非常之精彩同埋熱鬧，一直會去到9點零鐘。有冇觀眾嚟過呢？有冇 tips 可以分享一下？記得留言介紹俾其他觀眾啦。未有嚟過嘅觀眾，又會唔會嚟行返一轉呢？其實附近仲有一個熟食嘅中心，主要係做中午嘅。有興趣都可以留言話俾我聽，下次獨立拍多一條片俾大家。
ได้ตังค์มา100นึงดีแล้วไงจะไปจ่ายนะเปล่าว่าดีครับ如果大家都鍾意我呢類實地步行嘅影片，記得要幫手俾 like、留言同埋訂閱行走泰國曼谷。你哋每一個支持都係我繼續拍攝更多內容嘅動力嚟㗎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，受滑跌級。